因为方面通过，东北季风增强，下晡开始各地头落雨的机会拢增加。因那明仔寒流到位，气象署是提醒讲，上低温会出现伫后礼拜2的半暝啊到后礼拜3的透早，低温敢若7度，沿海较快所在低温敢若5度尔。中部以北关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落雪。透早民众出门会当看到出日。 不过，这好天气就要好好把握，因为20、8、6礼拜方面通过开始变天，各地落雨的机会增加。而且今年头一波寒流会伫21礼拜到位，一路会赶到后礼拜4、25。气象署预估，这波寒流上悬的时间点会伫23半暝到24的透早。都会区的低温恐惊降到7度，沿海较空旷的所在会降到5度。这一波寒流温度最低的时候，预估呢？ 在台南以北，还有花东，最低温度可以下降到只有7到9度左右。气象专家嘛表示，这波寒流因为温度甲水汽的条件有够，中部以北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，北部甲宜兰1500公尺以上的关山，包括太平山、拉拉山、合欢山等等，落雪机会大。因台北市阳明山、七星山，因为海拔敢若有1000多公尺，是有机会出现冰山。阳明山这个地方。 不排除它可能是雨夹雪或者是冰线的状况，可能会有一点点机会。气象署提醒，后礼拜1暗时到后礼拜4的透早，全台湾会有连续60点钟的低温。台南以北、宜兰甲花莲温度是伫7度至9度，高屏地区是9度至12度，是属于极度dam湿凉冷的天气。提醒民众都要穿雨袖，若是要驶车去山顶看雪，都要准备雪链，避免发生危险。 记者综合报道。继续关心大学学测今仔头一天，考数学 A 甲自然，有高中老师是分析讲，数学 A 概念真活，也毋过题目较长，所以读起来是较吃力。因那自然的部分出题范围较宽，袂少拢甲生活有关系。另外，伫高雄的高玉峰左营高中的考场传出提早1分钟，但考试结束的钟声，这是影响学生的权益，这部分会报予考试委员会去讨论。 新型学测第3年，首先定量的数学 A， 题型甲题目数甲112年同款，有相长无差的时序入题，有等18道的记录题，也有看考证下的题目，概念另外多变，也毋过阅读量甲去年比有较大淡薄。文字叙述比较长一点，所以就要花比较多时间去阅读，然后去解这个题目。会影响的就是中间那一块区域，因为中间那一块区域有些人是数理。 很好，他阅读不行。阅读量大，理解第一，爱用的时间久长，老师认为对中大学生较不利。那以早上难的题目是放伫最后，今年才出现伫选填最后2题。我那时候也想了很久啊，但是我是16没有算出来，我觉得后面2题都蛮难的。曾国辉到专中会认为，数 A 整体偏难，有高分数应该比去年降。那自然考试题难易适中，处在真快，题组结合无共领域，像生物甲物理的合考，探讨掠新草的闭合机制。院长赖市考生认为，注重课内基础概念，难易度适中。我觉得跟生活比较结合，口腔细胞的那个形状，就是国中的教科。 学测头一日，大考中心初步统计，违规以无早有效证件正本上侪。头一摆因应东非气候变化，规划开放冷气，因为无乡镇市区达到28度以上，全国无市场开冷气。11点半会看12点跟下午3点这2个时段，只要其中一个时段达到28度 C， 我们就会开。 张世仁讲，数 A 考试时有2位考生身体无爽快，中途离场。天气考生加注意身体，也因为头一波寒流，会伫礼拜日学测第2天报道，考生爱注意穿脚手，会当早非电子式传统的旧小保应器。也毋过上好是主动提予监视人员检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来关心彰化县，即马是全国唯一无火葬场的县市。彰化市公所原本是按算要开1400万起生命园区，内底就有火化场，也毋过附近的民众反对，所以即马已经撤案。只是讲顶一日市公所在分春节敬老金的时，有讲这个案一定爱推动。即马抗议的声音又搁走出来啊！ 街坊门前挂反对的旗仔，彰化市公所去年5月提案规划伫延和里兴建彰化艺术生命园区，内底有一座火化场，已经让半年，当地民众也是正反对。规个
交通拢过拢袂使，即摆无火葬场，敢若殡仪馆就做头个咧啊。迄你市场遐久的问题都无咋解决啦，你怎么加火葬场了？你有咋处理？延后里长王胜豪提内政部函释的殡葬管理条例指出，中华艺术生命园区伫第一公墓山坪公墓内劣化抗地面积应该至少有2%，公所规划的增建火化场会面临劣化空间不足的适法性问题。国家当地大埔路真细条骨塌，人口过侪，有空气污染的疑虑，两届地方说明会拢表达强烈反对。不过市公所进前发放春节敬老礼金活动，表达一定要推送，里长无排除发动更激烈的抗争。伊啦，伫5月啦，正式搁提案，我共款抗争的行动一直出来，但是我这月啦出来吼，可能就无像讲旧年安尼较缓和，甲迄个讲迄个较平和咧甲抗议啊啦。人民本来有表达家己意见啦，咱就继续努力啦，好无？彰化市公所表示，表达意见是人民的自由，毋过强调火葬设施绝对无污染，也会做好交通动线规划，候选人毋免搁涉及其他权势火化，也会当为地方带来收益，会继续依序共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因若元宵的时，台南咸水蜂仔炮真出名。也毋过主办单位武标最近是收到检方的传票，引起互告杀人未遂，提告的人那亲像是去互炮仔碰着伤的民众。这个官司是互庙方感觉真无辜，嘛伫地方引起讨论。就是这张地检署传票，互咸水武标真无奈。商店吼，伊本身咧放的炮吼，毋是照咱传统咧用的，伊用迄个烟火吼，去人咧放吼，去吊伫身躯去互烧起来呢。依照这个消防法内底，你是共施放的人爱负责任安尼。搁伫面册专业公告，讲做一直互人告，也是爱搁麻烦参加活动的朋友，最好防护措施，保持安全距离。这个被告罪名竟然是杀人未遂。就杀人未遂啊，没有杀人的意图，怎么可能是杀人未遂？30年来，庙方因为蜂仔炮活动接到的告诉传票，到即马敢若物件，前一件是2016年，当时委托律师处理，被判无罪。无想到今年所来收到，就是即届杀人未遂的告诉。消息一日出来，互当地民众也拢一直议论。我倒想到有人故意来参加活动，尾仔竟然提出告诉。恁家己爱来阮遮看闹热，吼，恁家己爱做好准备，要签啥？因为庙方嘛无法度通来遮一个信众，甲恁讲，要甲恁安怎保护啊，对无？所防备要做好啦，你家己做无好，其实咧足少的机会啦，就遐歹运，袂当怪谁啦。台南咸水蜂仔炮早就已经是登录公告的民俗文化资产。华港武庙逐年蜂仔炮活动前，拢会全力宣传，呼吁四座炮声的商店民众甲参加人一定爱让较远的，注意安全。不过有人防碰着伤，主办单位咸水武庙因为安尼防告，虽然真无奈，嘛敢会当全部接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南韩的研究机构南北发展有公布一段影片，是两个少年家因为兴看南韩的戏剧遭互掠去，佮公开接受审判，尾案呢互判12年劳改重刑。专家即马是表示，北韩即马少年辈看法已经无共啊，是北韩政府恶控制歹流浪的一群人，所以才会重判要抬价加高。这段真罕见的影片，若像伫2022年翕的。伫一个亲像学校运动场的所在，有2个16岁北韩的少年家，因为看韩剧去互逮捕，因伫一个学生面头前受审，而且因的名甲住址拢互公开，将其尾轰判12年的劳改。影片内底强调政府的宣传，讲南韩家里政权残害人心的文化，已經拖到青少年的族群，因才16歲爾，都已經把家己的未來毀掉。 지금 김정은이 머리 아픈 부분은 MZ 세대나 그 차세대 청년들, 소년들 우리 생활 방식이 사고 방식이 달라졌다는 거죠. 그것을 다시 이제 북한 방식으로 돌리기 위해서 이런 작업을 진행하는 것 같은데. 發布影片的拓北者研究機構南北發展指出，這內容可能在北韓各地組織，正做意識形態教育的宣導。北韓甲南韓的戲劇甲流行音樂看作是思想的威脅。 2020年頒布新法，若有看或者是傳播南韓語錄的人，相當會當判死刑，因為對南韓社會誤望，會影響北韓人尊敬김씨家族單一的意識形態。 지금 세습 체제에 또 김주애를 등장시켜서 세습 체제
뭐 세습 후계자를 내정해야 되는 이런 행동을 굉장히 많이 보여주는데 중요한 것은 국민에게 설득하려면 影片内底还佫批评，若是穿短裤、较缩脚的裤、甲衬拖等等外国服装的风格，还佫有染头毛的女性，讲因受到南韩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传的毒害。南北法院执行长崔建基表示，这影片就算对北韩的人民是一种严重的警告，不过嘛显示南韩的文化伫北韩各地是已经真普遍。公视新闻，是会中朋友。美国真侪所在即马继续受极地寒流的影响，温度增加，搁咧落大雪，冷酸酸。即马嘛出现未少意外，亲像维吉尼亚州就4架飞行机紧急降落伫公路，也若福州受火机延任故障，搁有人是跋落冰湖，尾也是靠狗仔成功甲主人救起来。美国东北部甲五大湖4块位的地区19出现新一轮的落雪。华盛顿地区一天落雪量逾1公分，真侪民众无惊寒冷，赶快出门。国会山东头前的社堡变做雪橇场，大人囡仔耍雪球度过悠闲的时间。也毋过大雪伫各地继续阻碍交通，和公路塞车更加危险。I prayed for slippery this morning, but we got to do what we got to do to get in there this morning. 过去一礼拜，极地寒流发威，已经和美国卫生环到东华超过1亿人处伫寒冷的警报之下，造成至少67人死亡，数千架航班延误，数十万户断电。新加坡的落雪继续造成路空交通意外，19一架南方航空快线的小型客机为华府杜勒斯国际机场起飞了35分钟，就紧急迫降伫维吉尼亚州北部的公路上，好佳在机顶7个人拢平安。I look up and there's a plane 20 feet above me and lands 30 feet in front of me. First thought is, this is insane. What's going on? What the heck? What do I do? 另外，伫密西根州，一位65岁查甫人意外跋落冰湖，警方协助赶去现场，将救生用的感冒性圆盘加锁啊，绑伫查甫人饲的狗仔鲁比的身上，互鲁比软过脆弱的冰层，将救援盘送到主人的手中。警方就安尼会当顺利将查甫人拖出水面，等到安全的所在，送医了已经出院。Oh my God! It's on fire! Oh my God! 佛罗里达州有另外一个惊险的场面，阿特拉斯航空的波音747飞机为迈阿密国际机场起飞了后无偌久，就出现发动机故障，紧急返航的时，机师一直喷出火星，真危险。好佳在平安降落，无造成人员受伤。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。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今仔日休寒的头一天，嘛是少年家会当领成年礼金的日子。这是文化部投入20亿的预算，要扩大发放文化币。对应过18岁至21岁会当领，即马要扩大到16岁至22岁拢会当领。按算全国有160万人会当领到1200点的文化币，等于是1200块的礼金。这个钱会当摕来看电影、摕去买册、摕去看展览。若是即马16岁，安尼上济会当领7届。是希望讲要鼓励咱国内少年家加参与艺文活动，嘛希望带动咱国内艺文产业。台电伫顶一日有公布讲，去年了卖3900亿，敢会起电火钱呢？即马这是爱等到3月份电价审议会来决定。专家是认为讲，台电了钱主要拢是因为国际能源的价格即马较悬，加上咱国内核电机组陆续的退休，所以发电的成本是愈来愈悬。经济部长王美花伫昨昏就讲，会协助台电向政府来争取经费来谈。想要烘出新鲜搁好食的香，除了爱靠烘箱烘焙，也爱靠发酵机和面粉发酵。甲24点钟运作的冰箱，实在才会当保持新鲜。看过去，这全是逐工爱运转来高耗电器具，电费真惊人。万一电价搁要起，营运成本恐惊会搁加悬。用电量夏天的话超6万5起跳，冬天这个时间应该是4万5至5万5。今年再调整的话，可能是受不了了。业者无奈讲，若电价起了伤悬，会心中考虑休困。对累计亏损达到3820亿的台电来讲，电价起也是唔起，搁较是头疼的问题。台电的平均电价为110年一度2块6角外，111年调整做2块8角外，起8.4%。今年平均电价搁较是冲过3字头，起到11%，创连2年起价，市场认为今年仍有可能继续起电价。我们会跟在协助台电来跟院里面争取相关的这个经费的挹注哈，让台电可以稳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。
以台电买电成本来看，整体自发电力成本一度是3块3角2，买电成本是4块3角，再生能源的买电成本一度超过5块，风力发电更加贵，成本一度是挖1块。核电归零，用其他东西比较贵的能源来替代，那么当然呢，它的这个涨价的压力呢就会更大。现在的价格算是比较降了，那未来再上涨的话，那这个压力会更大。专家认为，台电连2年起电价煞也是了钱，甲社区发电成本价的核电有关系，呼吁政府重新思考能源配比，才袂逐年扩大电价调整压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为着要减轻市井压力，政府对今年开始提悬2岁进前托育津贴。也毋过，即马有真侪年母是怨叹讲不价起，因带囡仔的这条钱年母的费用已经真侪年拢无起啊。呼吁讲托育费嘛应该爱起。卫福部是表示，若是要起这条钱，就要地方政府审查同意。也若目前，双北和桃园拢有拍算要讨论。为着减轻家长育儿负担，政府为今年起提悬托育津贴补助，也毋过真侪年母怨叹，中央补助家长期间托育费，却因为各管区定相关收费限制，却袂当起价，真不合理。那保姆他们在反映嘛，别的区域，比如说像新竹啊，跟双北，他们都是已经调高为17000，那我们就是只有16000。民间团体也认为，今下年母的薪水真歹起价，少年人也无愿意投入年母的行列，有估未来10年。会有1.6万个年母陆续退休，造成严重的欠年母人力，呼吁政府应该提悬年母奖助金，兼顾将在甲老宅。我们支持也呼吁政府要适度的调高保姆的劳动条件，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年轻人不愿意投入居家托育工作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保姆的薪水是难以养家活口的。为今年起连到2岁托育补助囡仔送公共托育机构者，每个月补助调悬到7000，送准公共托育服务者，每个月补助也提悬到13000，希望减轻家长育儿压力，提升生育率。这个权限在各县市，各县市会因当地的这个物价来做考量啊。卫福部强调，托育费各管区拢定为收费上限，若要起价，爱经过地方政府审查同意。若目前已经知影的双北甲桃园市今年的累增物价指数，邀请各界代表研议敢是未调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去年咱全台湾无人住的空厝超过85万间，是占9.33%。对6都来看，高雄、台南空厝的比例上悬。为着要控制差厝价，囤房税2.0按算伫今年7月份开始实施，会加重扣税，减少囤房。看厝的时间到，一人人小正入去，看会出来当时房市热度。毋过买来的厝敢拢家己住。内政部公布去年顶半年家用电主题统计，也就是所讲的空厝统计，发现全台湾85.1万间空厝，空厝率9.33%。全台湾除了临港县以外，其他县市空厝率拢有升悬。若做以6都空厝率来看，高雄10%，台南超过9%，占6都的前2名。显示的其实蛮多都不是因为自住使用嘛，这也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，之前所谓的房市热，其实都是炒作为主，是占的多数。房仲分析是城乡差真大，造成人口外移，也加台积电电两地失抢。年轻人都是集中在都市区去工作发展所以说它的空屋率会比较高。那个台积电设厂带动，所以连带的我们一些的科技厂也一起在这边设厂，然后也带动了一些建商，他其实在这边有盖一些案子。房仲认为，听候台积电工厂正式运转，人口刷入了后，空厝率就降低。政府嘛想要降低囤房机会，预定囤房税2.0伫7月正式实施，会加重囤房税率，并降低单一自用主体房屋税优惠到1%，不过都要排除高级厝体。可能偏悲观吧，因为房价现在还是很高啊，所以基本上你没有一定的钱，还是没办法买。囤房税或者是其他的抑制房价的政策啦，其实还是有蛮大的效果。如果没有这些政策的话，其实房价的不透明，其实你间接也会造成房价买卖，大家没办法了解真实的状况。政府的政策敢有法度有效压制炒房，民众看法无同。不过财政部表示，囤房税2.0也有一寡所在爱讨论，目前是初步方向之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年尾要过年啊，台南好相堂甲普济协会伫旧历过年进前，拢会有一个传统是办丰平安茶活动，先会甲旧年放翁仔的茶米摕出来泡互大家啉，来临平安；，搁会放新的茶米放入去翁仔，再搁摕去神明桌拜一冬，逐年拢会安尼一直延续落去。庙方人员豆豆刷叮当，把这个伫庙内放一冬久的翁仔捧出来，旧年因放的茶米，准备要做开放仪式。每当旧历过年进前，台南的好信堂和普济协会拢会办丰平安茶文化活动，把旧年放起来的茶米拍开了后，再搁放新的入去翁仔内。庙方讲，每当济民众会来体验，互大家拿较茶米，拿祈求新年的愿望，落尾再搁提起神明桌拜一冬。囡仔嘛是欢喜啊！好，今年有参加过无？我们年年都来嘞。以往吼，拢咱的庙宇吼，拢是以平安符来祈求咱社区的平安，咱以用茶叶会较接受较侪人，所以咱会用平安符化符变平安的这构想，咱改成丰平安茶。咱搁甲新的一冬的愿望，搁放伫茶馆内底，安尼一直延续落去，嘛是算社区一种永续的种行为。庙方指出，今年拄好是12冬一刻的王献大典，配合皇帝文化，伊嘛特别准备一包茶米，要添载予大天顺手，祈求众神庇佑，地方平安。唔干那安尼，连附近的高中生嘛是坐来行打，熟悉在地文化，甚至搁发挥因的专长来遮做茶师，摕旧年放的茶米泡予大家临平安。温壶之后倒入茶海。再倒入杯子之中，觉得这个文化非常好，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了解。第二年的时阵有学一档的迄个泡茶的，因为因有来熟悉过了，今年有愈进步。今年一届的皇帝文化够大，愈办愈盛大。庙方这届激头脑，发挥创意，手头添修的意涵，用这来做扩架，通互众人甲平安茶米带动去。因希望用这趣味的方式，互众人明白社区多元的宗教文化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亚伫高雄的桃园区樱花季对今仔日开始起果，目前樱花已经大开啊，开甲水当当。高雄市政府是欢迎民众去看花，看无共品种的樱花，卖当顺续去高原周边的农特产。地方是希望赏花人阵会当带动地方的经济。另外，伫台南每年的梅花嘛已经大开，接落来寒流到位，愈寒会开甲愈水。不管倒一个角度，摇头看拢是桃色樱花，这么水，民众拢讲会过来看。超级美，很漂亮，因为我第一次来，下次会再来。高雄市桃园区樱花季拜六开始，暗搁伫海拔1500公尺的宝山日集团樱花公园，为10时开始开，当时估算差不多6成，已经到大开的阶段。民众到宝山甲日集团会当欣赏到山樱花、结叶樱这品种。大概已经盛开了大约60%，大多呢是山樱花，还有合金樱，所以这个桃红色、粉红色的樱花满遍整个山坡，非常的漂亮。台南梅仔岭原有美景，梅花大开，规张白色色，也吸引游客欣赏。梅仔岭是台南赏梅圣地，中关海拔的梅仔花已经慢慢大开，对这波寒流到位，也有机会看到梅仔花全开。我们梅岭的真的开的比较漂亮的梅花季是在这1-2周，现在也算蛮开的啦，可是只是花苞比较小啦。哦，不像说以往的花苞会比较大一点。对，因为今年的雨水比较少。梅仔岭风景区发展协会表示，当地梅仔树大部分伫5龙步道的山坪，面积超过100公顷，一定这2礼拜是上好赏花的时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天气报你知，咱同齐来关心明仔各地头的温度。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，上悬17度；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，上悬24度；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，上悬有26度；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，上悬23度。外岛的温度11度至20度。感谢乡亲收看，将亲平安顺心。稍等呢，请继续收看《青春咱的梦》。明仔载同这个时间，咱再会。